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湾队顶礼拜摕到世界棒球经典赛的门票，即卖传出讲，当时这个台湾队相关的人员违规使用着手机啊，罚款美金2万，大约是新台币66万。中华职棒来证实讲，确实有这件代志。成功！总算是摕到门票，是真欢喜。台湾队真正2026世界棒球经典赛，不过所传出这个比赛违规使用电子设备，互主办单位开单。有网友猜你着破文讲，中华职棒相关的人员伫咧 WBCQ 的大会用电子设备，罚款2万美金，大约是新台币66万。而且主办单位阁要求中华棒协来纳钱。对这中华职棒就表示，确实有盗搬物件的同事伫咧坑装备的办公室用手机违规。大会赛后就照规定开单，由联名来纳钱。因为怕你在场上你没有传递讯息嘛，哈，这个传递讯息不是情收，而是怕说有场外的有什么讯息。来干扰到球员。根据赛会的规章，禁止的电子设备包括视讯监视器、摄影机，各种类型的电脑甲手机啊。唯一会当使用的，敢若有主办单位核准的平板电脑。那这届经典赛资格赛，球场内底转播画面嘛，就要严惩白表。怕暗号外流啦，怕投手捕手的暗号被你抓到了。国际比赛规定严格，其实中华职棒嘛有类似的规章，所有参赛人员一旦到球场，伫咧比赛结束进前，就禁止使用手机啊、电脑、电话等联络的器材，手机啊嘛就要关机。若是违反规定，唔若互开单，阁会互禁赛。比赛严格，该注意的细节阁袂少。中职嘛表示会针对这件代志，阁来加强教育甲改善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